来看宜兰县的苏澳海军中正基地哦，有一间妈祖庙，是全国唯一一间哦，伫军营内底的庙。伫疫情缓和了后哦，今年搁再开放一般民众申请，会当入去拜拜。因为碰时的时段，军中哦定定拢会演练，所以海军是表示讲，民众当尽量申请拜六礼拜。伫苏澳海军营区内面，对楼梯爬起来，让看到一座Q版的妈祖神像，并就让看到一座有100年历史的妈祖庙——北方澳镇安宫。这是全台湾唯一一座伫咧营区内面的庙寺。最近有文书工作者送一块长头丝牌匾给庙方，唯一用长头文作为匾额啦。一般都是拢用4个字嘛。不管是慈航普渡或是什么神威显赫，它就比较与众不同。北方澳镇安宫的主委是由海军苏澳资源指挥部的指挥官担任。这座庙起伫咧清朝，改建过几落遍。军方1975年的灵验计划，伫北方澳起军港，旧面拢搬到附近的南方澳。北方澳镇安宫加镇殿的妈祖楼内，其他神尊得到信众送到南方澳。若要入去参拜，要3天前申请。伫疫情期间暂停，怎么个开放？平常是因为这是海军的禁区，所以无法度入来。若要入来，爱伫个每周的礼拜六、礼拜天可以进来参拜。有信徒初一15拢会向军方申请，所海军伫咧每一遍演训进前，也拢会去庙内面参拜祈求平安。因讲因为普通时演训较侪，求保密加国安，民众较无容易申请。军方建议尽量伫咧拜六时啊申请，因过外籍人士是袂当申请入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